大家好，我是许巍老师，又到了微笑生活课语的时间喽。今天老师要教大家赶时间，催促人家快一点、快一点的时候的客家话怎么说呢？首先第一句话，哎呀，你怎么动作这么慢呢？客家话是这么讲的哦，做嘛通作按慢呢？咦，就是你做嘛？为什么呢？通作就是动作，再来一次。通作按慢，这么的慢，做嘛通作按慢呢？你怎么动作这么慢呢？好，或者你可以问咯，哎呦，那你干嘛那么赶呢？有什么急事吗？客家话是这样讲的哦，做嘛按赶呢？有嘛该急事？做嘛按赶呢？赶就是赶嘛，按就是很，所以按慢很慢，按赶很赶，那么的。做嘛按赶呢？有嘛该急事？急就是急，好急，急事就是急事的意思。哦，不用急，还有时间哦。这句话是这么说的，是就是不用的意思，再来一次来，是急，不用急，还有时间，还有就是还有时间，就是时间的意思，是急。好啦，接着你也可以说啊，你先去吧，我随着就到。哎，这句话因为人家只催你催的，哎呀，赶快你走吧，我随后就到。哎，这句话怎么说？先去呀。先去呀，就是你，先就是先，先去呀，你先去吧。我等就到，等，本来的意思是跟着的意思，谁跟着你走叫做等，这就是我随着就到。再来一次哦，我等就到，会说了哈。好，再来呢，应可喜相逢。许巍老师要教一句很有趣的客家俗话，叫做此鸡唔是用牛刀的，此鸡唔是用牛刀的。此鱼这个字就是 kill 杀的意思，给就是鸡，此给就是杀鸡，大概猜到是什么意思了，不用用牛刀，所以此给是用牛刀诶，英文叫做 take not a musket to kill a butterfly。 musket 就是古式步枪，毛瑟枪，杀蝴蝶干嘛用古式步枪呢？ OK， 今天就学到这里咯。接下来呢，跟着许巍老师复习一下哦。来，嘴巴借我，拜托，张开来，我们开始念咯。做嘛通作按慢呢？做嘛按赶呢？有嘛该急事？是急，还有时间。先去呀，我等就到。此鸡唔是用牛刀的 ，Take not a musket to kill a butterfly。今天就学到这里咯，安子 say 再见。